园林西里大桥的桥头耍水区，伫6月份正式开放予民众来耍水。为着安全卫生，这个镇公所每礼拜一甲拜四拢会消毒清洁，要互乡亲带囡仔安心来耍水。天气热，囡仔耍水耍甲真欢喜。西里大桥桥头边的清水公园，大人囡仔拢真介意。我爸爸跟妈妈带我从伦贝来到西螺这边玩水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谁跟你一起来？你那时候不是找我？爸爸、妈妈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镇公所表示讲，为了卫生安全，因逐礼拜一甲拜四拢会清洁消毒。所以讲，这2天是无开放，希望讲乡亲趁有开放的时来清凉一下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停滞了好几年，在6月份到9月份已经就6月份已经开放了，然后开放到9月份。即马起西里大桥，唔但会使看风景，阁会当耍水，因讲是1.25蒙拉兼洗裤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